你的思想、你的意念介重要。平平相关的问题，对公共重大的人，这个问题是真做上帝的祝福；但是对一个软正的人，这个困难是真做你的埋怨。约书亚要带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，不是靠文凭，不是靠资源，不是靠人脉，是靠什么？咱是得要有积极的心性、正面的思想、主动勇敢的行动，也就是咱今日所讲的公共重大。人的生活偌多是背后在甲你写字。咱有偌多过去的经验，咱有过去偌多仇恨，咱有过去偌多无好的物件，在成做咱的写字。所以，不怪保罗甲咱讲，咱得要忘记背后。一个基督徒，伊要安怎样会当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一定他是有使命的，是，他是有呼召的。他是有价值观。一个有想要得到想的人，伊就会背记你背后；一个想要得到想的人，伊就会努力面前，伊就有气力来面对伊生命的软弱。